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伫2天前，新北市有一个姓郭的高中生，为着要帮一个姓林的查某同学出气，摕刀仔毒死同学校的同学。一审这郭同学是互判9档，林同学互判8档，因搁再上诉。今仔日审是宣判讲郭同学该判12档，这林同学是判11档，卖当搁上诉。 民部处鼻上行出法院，因是新北高中生挂按滚仔案的被害人家属，唔甘囡仔伫校园无名，也毋过影响的姓郭少年甲西人的姓林少女，一审各判刑9年到8年，将案上诉了后，虽然2审、2、3以杀人罪加重改判，少年12年，少女11年徒刑，由原和被害者父母无法度接受。他们进去法庭都还是大摇大摆的走进来耶。 根本没有跟我道歉过，那是法官引导他们来跟我道歉，他们才道歉，这个才是他们真正的态度哎。然后又这样子判决，我可以接受吗？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专案发生伫去年12月，姓林少女告被害人的班上找人，不满互被害的姓杨同学阻止，去甲找姓郭少年来助阵，用刀仔攻击。此案经过高院合议庭审酌，考量被告的行为情形，甲徛伫促进健全自我成长，甲中反社会的相关事由，所以做出判决。修复式司法是要修复我们什么？我们孩子命都没有了，一路的在法庭上这样子欺辱我们被害人家属，怎么修复？要修复什么？修复他们吧。其实，伫2审开庭过程，被害人家属毋茫找到真相，勿同意进行修复式司法。也毋过，被害父母批评无法修复，甚至受气批评司法已经死啊，专案也会当上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随机杀人的案件发生，嘛引起模仿的效应。彰化市第2礼拜暗时有一个姓郭的查甫人拿刀仔伫路边乌白骨，警方接到报案，随去抓人，嫌犯嘛已经互收押了。喂，阿贤啊，你家先坑落来啦！怎么样？你家先坑落来啦！伫人来来去去的超商门口，竟然有一位查甫人拿鸡仔，警察来啊，佫唔听口劝，刀仔夹咧乌白扑。彰化市民族路伫2日暗时，有一位姓郭的查甫人拿鸡仔行伫路的，警察接到报案，遂启动快打部队去抓人。本分局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赶赴现场，在民族路与民权路口的便利商店发现该名男子，同仁立即喝令该名男子将刀械抛弃，随即将该名男子带回侦办。经过检调询问，这位姓郭查甫人有损害公物、窃盗的前科，而且生活不稳定，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互检方申请羁押，法院也裁定收押。经讯问后，认涉犯恐吓公众等罪嫌重大，且有逃亡及再犯之余，已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台北顶礼拜发生随机杀人的案件，引起社会不安。彰化地检署嘛成立防范恐怖攻击应变小组，要求各机关关注网络社群的发言，加强巡逻大卖场、公园等公共场所。检警强调，任何暴力、威胁、扰乱社会秩序、制造公共惊吓行为，拢会依法严办。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上新的消息来看，立法院今仔三读通过铁路法的修正案，攻击铁路的员工是当判3档以下有期徒刑，那造成死亡上当是判无期徒刑哦。今仔早起嘛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骑奥多摆还是赛车、手体使用手机仔，还是讲是食薰，拢会当罚1200块。现在是规定讲，若赛车、骑车用手体佮使用手机仔是罚1000块，即马是提悬到罚1200块。骑车、搁赛车食薰哦，本地是罚600，嘛提悬到罚1200块。另外，民众哦，若对铁路员工起骹动手造成重伤，铁路法修正了后，是当判3档以下有期徒刑，并可30万以下罚金。那造成死亡哦，相当是当判无期徒刑。再来看高雄小港一栋4层楼的透天厝，伫2日暗时着火，消防局伫2楼救出厝主的后生，送病院急救。厝边隔壁是讲哦，当时有听到母仔囝在冤家，无偌久厝就烧起来。因为之前后生捌放条讲要烧厝，敢是有人故意放火，挨个调查。要破门了。高
高雄小港这栋4楼高的透天厝，暗时10点半，熊熊有阵阵的乌烟冲出来。消防队到场赶紧摕工具，把铁门刮开入去拍过。无偌久，就对2楼救出一个查甫人。消防队表示，厝内底干那一个人是厝主的后生，姓张，今年52岁。送医急救了后，人也搁伫咧病间观察。可能他们家人之间有一点纠纷，那后续会交给我们火灾调查人员继续做后续的火灾鉴定。儿子跟妈妈不愉快，然后也跟隔壁的屋主不愉快，然后有扬言说要烧房子，然后妈妈就去派出所报案。警方表示，受伤的是厝主的大汉后生，因为长期无食头路，缺点厝，两母仔囝定拄为着钱冤家。今年冤警已经到场关心2届，昨8点外，国冤家叫警察。厝主9点去派出所申请报告令，10点外厝就火烧啊。附近的店家也证实，昨确实搁为着钱的冤家。之前都是给1万1啊，然后他现在好像是要求要给他1万4这样子。哦。那警察说，因为是民事纠纷，他们就不介入。无啦，我若不保险嘛，因为我做工作做生意的，我若两年嘛，都固定拢关落来。厝主甲1楼细人开洗衫店，头家看到规间店烧了了，敢会当土大开。因为有民众讲，厝主的后生把放掉，讲要放过，到底这场火灾是毋是有牵涉到人为的因素？消防局表示，佫需要等待进一步的会场鉴定。记者柯家朱超阳高雄采访报道。再来看台中捷运伫昨暗7点外，文华高中站到高铁的台中站，因为电力异常，赶紧派人来修理。也毋过伫复电的过程中，拄到有旅客硬要拍开车门，系统又搁断电来保护。中捷实行疏散旅客，嘛派车来接送，一直到暗时10点外才恢复全线的通车。即马年底路大活动是真济，台中市长罗秀燕嘛宣布讲会来加强维安。台中捷运的月台乘客叉，但拢总无法度坐车，因为传出电力发生无正常的状况。我不晓得啊，他说一下就说电力异常了。嘿，对啊，那现在你不能搭，那你要怎么办？那我就先回我工厂休息一会儿，我就过来。有民众来回捷运站几啊摆嘛是无法度坐车，中捷嘛紧急调派接送车，伫个捷运站外口提供民众来接送。台中捷运日暗时7点23，因为文华高中站到高铁的台中站之间是发生电力无正常的状况，监控中心随启动应变机制，但是过程中有旅客伤着急，用手去准紧急开关，想要来开车门，结果就去挡到断电保护，造成全线拢受影响。劝导旅客勿擅自操作车门释放把手开启车门，唯仍有旅客尝试开启，因系统秩序安全机制导致轨道区断电，列车受断电影响停滞于站间。中捷表示，讲伫断电了后，随着设定专线的列车爱伫月台驻留，而且动员人员来疏导旅客疏散。这摆事件拢总是影响到29座厝，差不多4800个旅客。中捷公司拢总动员6台接送车，疏运720个人。另外，台中捷运伫3天内就发生200个故障。台中市长罗秀燕除了表示讲爱查明原因，另外嘛强调讲爱升级维安的部署。第2阶段呢，我们除了原来的第1阶段的场站、指标性的商场相关的场馆重要的一级据点，要加强这个维安应变，还加上这些大型的娱乐节庆场合，我们要加紧部署跟维安，比较注意周遭的人事物，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可疑的地方？对，会比较特别注意。不会，我觉得 OK 啦。台中目前没有像台北人潮那么多。市府表示讲，面对年底的大型活动和演唱会增加，因会加强相关的应变和安全网，嘛会调派一寡民力来进入戒备，专门提高维安和见警率。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戴英泰无要副书在违法，知影讲是提案要请监察院来弹劾戴英泰，今仔嘛去监察院提出正式的弹劾。院长是表示讲，今仔经发会会议，等来讨论经济政策的平台，这才是对国家有帮助、真正爱做的代志。另外，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昌引用媒体报道，讲总统府跟行政院有请党政的高层，甲无出席大法官会议的大法官蔡宗进来沟通。郭昌是批评讲，赖总统涉不法关税罪，早起嘛去8点提告。捍卫法治，救台湾。
行政长杜荣才无负所在违法，阿被立委进前已经伫司委会通过临时提案，已请监察院弹劾杜荣才，再去佫直接到监察院要求赶紧提出弹劾。弹劾定侦判内容也出来讲，杜荣才行为已经造成重大违法失职，严重破坏依法行政甲权力分立的原则，影响行政机关正常运作，请求监察院立案调查。在宪法法庭没有做出任何的裁决之前，这3读通过的法律都是完全合法的法律，行政院就应该要依法编列相关的预算，以依法行政。没有依法行政的政府就是一个违法的政府，就是我们今天要弹劾他的原因。民进党团绝对支持卓院长不复议的行动，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认同他们的作为。院长怎么看蓝白今天要正式对你提出弹劾？经方会是行政院最重要的一个经济政策的平台，今天一整天这件事情才是对国家最有帮助、真正该办的事情。共款引起专业批评，也佫有进前宪法法庭判决宪诉法司法违宪，包含蔡宗典等3大法官无参加评议，佫指出宪法法庭造成无合法。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引用媒体报道，分析把车党政高层甲蔡宗典沟通之期已经砍下不法官罪罪，佫亲身去北检告还。民进党的府院高层可以找人去关说大法官，哪一个民主宪政国家会干这么可耻的事情出来？总统府、行政院说清楚、讲明白，负起政治责任，请辞下台。专业也联手提案，但协总统罗清德，立法院定数委员会23要排限日子拜5议会议程。黄国昌也进一步表示，未来会伫各县市办说明会，按照明年5月20来投票。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目前只剩4个委员，行政院昨晚公布7个委员的提名名单。台湾民意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尤英良是正做是主任委员，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胡本尼做副主委，嘛推荐律师黄文玲，佮有前桃园县桃园市长陈宗义来正做委员。另外，国民党是推荐李礼忠，佮有苏家宏；民众党推荐苏苏祖桥。国民党立委赖树宝是认为行政院有表达善意。黄国昌嘛表示讲，会来要求黄提名人，就爱针对敢支持公投白大选，佮无在籍投票来表达意见。迎接明年9合1选举，暗过中选会目前只剩4个委员无法度开会期决议，引起朝野烦恼，将将影响选务工作。行政院公布提名名单，各罕见6日在野党推荐的人选，击败7位人选，包含台湾民意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尤兴良出任主任委员，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胡柏义担任副主委，律师黄文玲前桃园县桃园市长陈宗基，加上国民党推荐李礼忠、苏家宏，民众党是推荐苏祖桥。中选会是一个独立机关，因此未来担任主任委员的人，当然他有职务在身，就必须严守中选会作为一个独立机关，公正主持选务的要求。三亚过去前一摆反对政府的人事案，另也强调审在时阵会验收。涉及的责任也指出，中选会是独立机关，呼吁赶紧行使人事同意权。暗过尤英良、何柏义、何南北点名政治色彩偏离，是不是公正客观，将受关注。尤英良，我觉得以我个人我个人是这个，当然要看最后审查的结果。我个人是倾向可以接受。副主委他的过去的色彩非常浓厚，那我们希望中选会的主委、副主委、委员们都是尽量的独立、中性。支不支持国内移转投票，还是反对？自爱难行。民进党说不可以国内移转投票，因为民进党打算要跟年轻人过不去，还是要年轻人花很多时间跟钱返乡投票。针对名单6日在野人选，赖树宝认为正义释出善意。黄国昌表示，会对所有提名人发出问卷，包含是不是支持公投白大选过来移转投票。我有预想到您刚刚那些问题，应该是会被讨论、会被问到的。公投榜大选，然后不在籍投票，都在预期当中。
新会被提名人之一苏楚瑜表示，那进入立法院审查阶段会做准备，清楚向中央表达对宣布工作公道相关议题看法。记者综合报道。日本自民党议员的参访团来台湾访问，张家总统赖清德见面，今仔早起嘛落南去高雄，向安倍晋三的当上来献花致意。望讲台湾甲日本的情谊会当继续落去。中国不满日本执政的自民党高赞诺小连续来台湾访问，嘛向日本来提出抗议。来台访问3天，日本自民党党内执行代理干事长秋生田光一等众议员23早起来到高雄安门港保安堂，甲安倍晋三的当上献花鞠躬。秋生田光一讲，就亲像大家知影的，伊甲安倍晋三一直是政治路上的友伴，遗憾两人也未符合后辈更较侪指导，安倍就不幸往生，嘛真感谢台湾人到达游玩怀念安倍晋三。3年経った今もこの高尾市でこちらの銅像を皆さんが大切にし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こと、本当に日本国民を代表して心から御礼を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日本自民党众议员访台，总统赖清德日接见，特别感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以来对台日友谊的支持，展现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对此嘛引起中国抗议，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高雄市长陈其迈23早起专程陪同，不过低调无受访。安门港保安堂嘛伫会后交付一张手写批，请伊交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个海陆空将领、现职将领拢有进驻，咱嘛希望讲有这个较大的空地来，互日本涉大使馆因的海陆空武官有哪拢进驻伫台湾啊。安门港保安堂主委认为，台日关系友好，战略位置嘛大巴。伊讲手写批的内容是为民间的角度建议日本扩大在台办事处的规模，会当比照美方有限制军官驻台。公司新闻王柔婷、陈显君高雄报道。年尾咯，人力银行调查今年年尾奖金上侪行业是金融保险佮会计统计业，平均有3个月。再来是运输甲物流，嘛有2.4个月哦。也毋过传播佮公关广告只有0.4个月。另外，今年房地产无啥买起，外界认为房仲业的年尾奖金哦，恐惊影响真大。又搁是食尾个大鬼，除了看演出，互人上期睇的，就是发年尾奖金，看头家敢有拍手，邀民众规气家己做头家，加做几份外劳啊，为家己赚年尾奖金。可能跟政治比较大的落差应该是年终，但是我觉得啊，这件事情是可以找高于市场行情的工作去弹性的工作去处理的。往年的话呢，我们大概这个案件大概都可以成交到30几，然后今年的话衰退大概2、3成，大概有20几场。根据求职网的调查，今年年尾奖金的基数平均达去年大约1.39个月，今年1.44个月，比去年加1.5天，创17年来上悬。观察各行业的年尾奖金，今年奖金上悬的行业是金融、保险、会计统计业，大约有3个月。运输、物流仓储业2.44个月，科技资讯业也有2.25个月。不过大众传播、公关广告业今年年尾奖金可能干那0.4个月，文教保教业0.53个月，农业渔牧矿、环保生态业是0.78个月。房仲业啦，我觉得可能今年会比较忧心，就是说年终奖金数字的部分会有腰斩的一个情况，甚至这种小品牌的一些房仲品牌或者是比较财力吃紧的建商，可能会发不出这个年终奖金。股票这个部分，他们的投资获利是很大的，债券市场也慢慢比较回稳下来，这个都是让这些银行业、金融业他们的获利可以增加的一个原因。学者指出，按算今年的年尾奖金发放，包含金融业甲电子业拢会真好，但是明年电子业恐怕要面对今年基期真悬的挑战。也若毋是电子产业的，也是毋是 AI 产业的，也要注意中国俗价倾销的问题，才当量早应应产业的冲击。公司新闻参报道。推动零碳排转型是需要真侪相关的人才。有统计嘛指出讲，大约是有3万的工作机会。环境部甲企业各学校合作嘛推出相关的课程。
会当看到车路顶悬电动车愈来愈侪，政府嘛鼓励民众伫咧厝顶倒太阳能板，这些拢是因应净零转型的改变。嘛，因为安尼增加真侪工作机会，这新的工作机会就是绿色专业人才。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目前这款绿色专业人才是真欠工，有要3万的工作机会，而且8年成长278%，甚至也有1年薪水要200万的势头。绿色科技包含了循环经济、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或是水资源管理、减缓或调试，或是永续的农业，或是交通，都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那全世界大概都在发展当中。那我们跟德国合作，把这个可能的这个量都算得出来。那未来呢，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需求面、实际上的面，还有包含的训练面，两个做结合，能够创造更多的这个绿色产业工作机会出来。为着要推动净零转型，即马真侪企业拢需要绿色专业人才。环境部伫今年有推出净零人才培训课程，和32间大学合作。课程内容是包括主管循环、气候调适和绿色建筑等等。嘛，打算伫今年各部会合作推出新的课程内容，或者人才更较瓦达企业的需求。环境部在他们上完48小时课程以后，环境部统一办分区集中考试，那集中测验以后，他及格的我们会发合格的证明。由于它是环境部发的合格证明，目前这合格证明已经在104人力银行列为抢手的证照。环境部表示，报告嘛显示，摕到合格证明的绿色专业人才，互企业通知去面试的机会比一般的头路是增加5.4倍。这头路的人若去参加课程，摕到认证，比别人更较有机会加薪水。呼吁大家去参加课程，唔但会当为着国家净零减碳打拼，也会当提升家己的竞争力。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中央破发1万块的现金哦，也毋过嘉义市民是当个加领6000块，市议会已经通过提案，上紧哦，伫过年之前就通领到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真欢喜讲，这是天顶落来礼物。伫中央政府全面破发1万块现金了，嘉义市议会日日通过市府提案的进行经济加码破发6000块现金计划，有26万人会当领到。之下有这一笔多出来的。经费可以运用非常的好。今年的11月底，整个全嘉义市的那个就是户籍人口数大概是26万1000人左右啦。那我们目前来讲，我们是以发放现金。嘉义市计划一日旧历过年进前，互民众领到6000块，不过用多一天做基准日也无公布，民代担心会有无公平。起算的日期怎么算，影响的人数，或者是说它的公平性、合理性在哪边？但是市政府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说帖。大家关心的有关于基准日跟造册日的部分，那我们将会在近期之内尽快统一对外来说明因为它还涉及到很多单位的这样子的配合，以及我们相关的作业期程。全国确定破发现金的县市，除了嘉义市以外，还有新德市、桃园市、新德县等县市面对破发现金的提案，已经伫咧议会通过。不过因为财政的问题无法度执行，有真侪县市受面对提案或者是提议，感觉因为财务状况无法度执行，全面破发现金1万块了。民众若想要再领到现金，就要看地方政府钱敢有够。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人真爱去韩国佚佗，最近是有游客反映讲，伫韩国录信用卡刷互银行中户扣钱咯。金管会去了解表示讲这是韩国银行有订单，嘛已经有要求爱更正咯。社区摄片也有对车看演唱会，韩国是咱国民众热门旅游地点，不过最近社群上刷传出，几位民众反映去韩国摕 Visa 信用卡消费，回国了后检视小单刷出现同款金额的几笔记录，亲像去向中户请款。因为我其实本身是没有记账习惯的人，所以根本不会去看账单，打开之后去对金额，然后发现有很多数字都一样，我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然后他就说的确授权码都是一样。民众旅卡制度，一笔含票47900块的消费，分别伫12月16、17，甚至19方请款3摆；也有一笔含票41000的消费，也分别伫12月16甲19方中户请款。
跟那个 Visa 国际组织有做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缘由是因为韩国有一家收单银行，它最近有那个清算系统有操作失误的情况，所以 Visa 其实现在正在协助这个收单银行再重新执行这个冲销的交易。韩国收单机构的账务调整完成，其实它那个账务就会自动变成是正常的。经过了解，唔但台湾民众受影响，全球几啊间发卡机构的持卡人，拢有中国欠款的情况，那民众几率会当请发卡机构调整。国际发卡组织他们每天要处理的这个笔数大概都是上百万笔、上千万笔，所以他没有办法一一的去知道说，这是错误的交易。为了自己的权益还是要多多去看自己的账单。专家提醒，虽然即摆属于特例，也毋过为着避免信用卡中国户店家录唔到，也是做着不少人事投入，民众也是爱养成核对孝端习惯。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任命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兰德瑞，将做是美国格陵兰的特色。川普阁强调讲，为着国家安全，美国必须爱护格陵兰，将做是美国的一部分。这连串的动作，嘛，互丹麦阁欧盟是非常的不满。丹麦就随出美国大使来说明，欧盟嘛表态支持丹麦的主权。美国总统川普日针对格陵兰议题搁一摆放声，川普先是伫政治利益，伫正式社群宣布任命伊丽莎安那州长兰德瑞做格陵兰特使。兰德瑞也伫 X 回应，真应将会当志愿服务。 You've named Governor Landry to be new special envoy to Greenland. How do you? What do you see that role entailing? And is it still your intention that Greenland become part of the U.S.? I didn't call him. He called me. He's very proactive, not for minerals. And if you take a look at Greenland, you look up and down the coast, you have Russian and Chinese ships all over the place. We need it for national security. We have to have it. And he wanted to lead the charge. 一连串动作引起丹麦甲欧盟强烈的倒弹。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甲格陵兰总理尼尔森日发出联合声明，强調任何人都未當並吞其他國家。Kongerigets integritet, det er op til kongeriget. Jeg står her på Færøerne, og så længe vi har en kongerige i Danmark, der består af Danmark, Færøerne og Grønland, så kan vi ikke acceptere, at der er nogen, der ansigter vores suverænitet. Og derfor vil vi også indkalde den amerikanske ambassadør til Danmark.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随即表态休庭，强调完全团结，但被主权未当侵犯。格陵兰战略位置，该伫欧美之间有无开发的稀土矿产甲新航道，人口只有5.7万。今年1月，民调显示大部分的居民希望独立，也不过无想要加做美国的一部分。格陵兰高度自治，也不过预算相关大约6成由丹麦补助，国防甲外交又原由丹麦掌握。川普几摆枪声无排除军事处伫格陵兰。哥本哈根今年年初宣布一项20亿美金计划强化北极航母。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再来看日本呢，甲大议会正式通过支持当地，嘛是全世界规模上大的核电厂搁再停放哦。相信明年1月就要开始运作。也毋过附近捌受过核灾影响的福岛的民众是真惊吓、真不安。当地居民甲福岛核灾体验的民众，伫新式关机区外口6度的低温，差不多有300个人反对北基价武核电厂停放。52岁的大河县主，原底是大兴町的农民，核灾了后搬去到新式务农。伊坦白讲，看到这款决策，心中真惊吓，也真不安。福島原発事故の影響により、精神的、身体的、経済的、さまざまな被害を受けた人たちに、再び原発事故の被害を及ぼすリスク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に恐ろしいという正直な気持ちがあります。议场内底会议当咧进行，煞不时传来抗议的声音。新式关议会2针对地事回甲英式的信任投票，也等于是对核电厂停放表决。伫53席议员当中，由自民党主导的多数派系投赞成票，落尾以多数优势通过决议，同意北基价武核电厂停放。全球上大的北基价武核电厂是伫咧东京西北边差不多220公里的所在。自2011年福岛核灾了后，就关到呾。后来日本33座会当运作的核反应炉当中，有14座陆续开放，希望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瓦克。北基价武会是东京电力公司自福岛核灾以来头一届重新运转的核電廠。当社としましては、福島第一の事故。あれと同じような事故は二度と起こさないという強い決意、これをずっと持ち続けております。
そして新潟の皆様にももちろんそのようなことは経験させない、そういう強い気持ちも持っております。日本目前将瓦克进口的燃料，首相高市早苗表态支持重开核电，也强化能源安全。东家电力公司预计上紧明年1月8会重开6号机组，高一个反应炉恢复运转，东家地区电力的供应就当增加约2%。东电也承诺未来10天以内对新习惯投入1000亿的日票，只是民调显示，当地也是有70%的民众对东电营运感觉真不安。要安怎伫能源需求甲民众安全感之间找到平衡，可见政府甲业者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印尼的帕里岛有4个民众，各全球阿门头公司霍尔森集团排放温室气体，造成海平面湍悬，破坏环境。瑞士法院昨裁定受理这案，这嘛是头一届以开发国家的企业针对气候灾民的损失，爱伫法院来接受审理。这嘛是一件气候正义指标性的官司。对空中看落去，印尼的巴厘岛亲像控伫海顶的明珠，啊，毋过当地人当面对着一场气候灾难。39岁阿苏马尼亚甲翁婿过着船，来顺影响酸长期的海菜的田，原本应该是丰收的产地，即马雪拢去互海水包去。Sudah mati kan ininya, tadinya posisinya ada di daratan. Sekarang udah tumbang. Nah ini akar-akar pohon yang masih hidup, ini akar-akarnya udah pada sampai sini kan, ya udah keluar gitu. Nanti ketika ada rob lagi gitunya, dia lama-lama yang pohon ini bakal tumbang, yang pohon ini bakal tumbang, orang akarnya aja. 行到民众的厝内，海水甲壁倒食甲一空一空。民众控诉讲，因家乌托邦会生甲遮严重，就是因为大涝的时阵，海水会溢入来。 因拢困袂安心，就惊讲半暝海水会淹过民床，为着甲因的土地守护掉，有渔民带乡亲伫咧海边来种红树林，要甲大海来抢土地。伊嘛指控全球上界大间的安文图公司兴利心集团，因认为讲即间公司摆摊伤济，互因生活受到影响，即间公司应该爱负起责任。Itu penyebabnya ya, tolonglah gitu kan. Hentikan produksi yang menyebabkan perubahan iklim. Seperti itu, jangan sampai terjadi tenggelam, apalagi dalam waktu dekat gitu kan, kita nggak suka itu gitu kan. Karena kita sekarang aja ini kan udah penuh kegelisahan nih gitu kan, takutnya lagi anak-anak tidur nggak taunya air naik. 居民伫瑞士法院拍官司，要争取权益，全球拢真关心。这个跨国的官司若是拍赢。 全球无数的大企业可能刷落来嘛，拢会去用追究责任，为全球暖化的病尾做出赔偿。公司新闻陈威林编译。过来消息，过来看亚旦这边高楼冷气团嘛来到楼咧，明仔载开始冷空气一波一波落南，所以温度会降真济哦。寒人第二波的大陆冷气团拜四到位，一路会影响到拜六。那遮寒水气阁真高哦，是阁湿阁冷的天气。 拜二北部是出日的好天，受到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温度有慢慢回升。中南部高温甚至有27度至28度。不过气象署提醒，拜三开始东北季风会搁再增强，加上拜四、拜五有搁较强的冷空气落南，气象署预估强度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到时各地低温可能伫咧12度以下。随着冷空气大陆冷气团南下，全岛因为各地的朋友都会有感。 各地的温度，星期四各地的温度会比明天下降2到3度，星期五更下降2到3度，逐日的下降。虽然亚旦节冷冷，就有过节的气氛，不过这届冷空气是有大水汽的，天气是各时各冷。气象署指出，对拜三到拜六这段期间，北部、东北部和恒春半岛有的所在会落准雨，尤其是桃园以北地区、宜兰地区雨会较粗。 明天晚上到星期五这段时间的降雨，在桃园以北地区和宜兰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势，连中南部的一些平地也可能会有短暂降雨。气象署也表示，拜三到拜六天气较寒，预估爱到礼拜才会慢慢回温。另外，拜四到拜六期间，3000公尺左右的高山，亲像合欢山、雪山、南湖大山等等，若是水汽条件配合，有可能会落雪。提醒要去山区的民众，爱特别注意安全。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
公民团体今仔发布2025年两公约中针对新疆权、劳动权、佮司法权的检讨报道哦。今年嘛头一届针对语言平权来做检讨，学者是指出讲，政府独尊华语违反人权两公约，嘛影响到工作权，所以呼吁政府得爱重视。有委员恣意的删除中央政府的预算，使得有许多人权保障的工作无法推动。有一些法案，例如说，终身监禁不适用假释规定这样子的一个法案，并没有进行评估，而且是明显的违反公约。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指出，立法和行政等等的缺失，政府不当运用权力侵害人权，违反人权两公约，嘛甲民间团体共同书写两公约并行报告，针对障碍者权益、劳动权益等等11项议题来探讨。这份报告每4年做一届，今年第4届其中语言平权的议题是头一届写入报告。台湾本地无人咧讲华语吼，戒严时期的国语政策是侵害人性尊严的文化清洗。民主化以后，国语推行办法甲国语推行委员会组织条例已经正式废止啊。这个华语政策已经无任何的法律基础，而且吼嘛甲这个立法院家己所通过的国际人权公约所抵触。哦，所以即马就是希望政府会当全面来检讨这款违法的政策。有台语团体指出，根据学术研究，受到威权统治对语言的消灭和迫害，实际上嘛，拢伫咧无意识的时影响到工作机会和薪水的关系。呼吁政府得要重视，嘛，毋忘互国际社会了解台湾是岛语言的国家。华语咬的人哦，就是明显伊的收入就是较悬。啊，你这个其他的语言就无法度去有平等的待遇，尤其是代表咱台湾的这种语言，其实讲起来就是台语啊，这个长期的危机啊，这就是语言人权无受保障的部分。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指出，这份两公约并行报告目前除了有公开中文、英文版，嘛已经送到法务部，希望政府看到更加全面的人权议题来改进政策，嘛互国际看到更加进步的台湾。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来看台南市政府最近增加一个新的动能，服务机器人叫小白，是市政府第1号的所谓员工哦。按说明年1月底正式开始上班。小白有啥物本事？咱做伙来了解。台南市长黄伟泰激情甲这个新同事编号1号机器人小白小借问，随后由小白带路，家己骑电梯陪市长上楼。这个驻点伫永华市中心大厅的所谓员工，过去拢伫暗时咧测试，这回头开伫历史公开互大家看，随声真侪来市府办公的民众围观翕相。目前这个机器人当咧互伊放空卖，若正式上任时，你是会甲民众带路去办公的地点，若暗时伊负责巡大楼。小白，醒醒啊！我们知道夜间有时候还要人力，但是市政府这个永华市政中心的场域非常大，夜间的人力坦白讲，在这么大的场域，如果能够借助机器人来帮忙做巡检的工作。经过了解，这台内部的运作系统、工业电脑等关键零件，全都由台湾厂商生产，内底有 NVIDIA 晶片，安尼就无用到中国的产品，资讯安全更加有保障。目前小白敢若会晓讲华语甲英语这语言，有民众会用咱的母语甲伊讲话，伊煞向无法度反应。研发团队讲，第2阶段就会甲台语加入来，未来互伊的对话能力更加厉害。台语讲国语拢会使，伊无要会，伊无要插完的。爱搁有时间啦吼，敢是？是啊，当然嘛爱有时间吼，互伊去适应咱这讲华语、讲台语的人。他的程度可能 maybe 现在是国中，那之后会进阶到高中，那未来到大学。那因为我们里面的刚刚讲的，我们 NVIDIA 这 solution 是有升级的概念，可以让它更加像个人一样去学习更多的东西。目前机器人正在安装定设、建立资料库，兼互伊对市府4区位啊地理环境更加熟络。透过实际场合测试回收数据，加做改善的依据。按算上近明年1月底，会使服务市民。后摆是毋是也有第2号、第3号的所谓员工？市府强调，得看大家对小白的反应，甲市府经费有够无。希望这个智慧型的服务有真好的发展，来增加大家便利性。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农粮署辅导婚姻关的农民，要甲钓市的高丽菜外销新加坡哦。伫农历过年进前，会当来出口162吨，刷来嘛，望讲会当来外销到加拿大、美国等国家。
工作人员无用将高丽菜送进货柜，准备外销到新加坡。目前当时12月天气凉，适合高丽菜生长品质较好。为了拓展蔬果外销，农粮署辅导训练馆内几啊间果菜农产合作社，到农历春节之前将外销高丽菜交柜有162吨到新加坡。今年年初的时候，日本大学我们输到日本的甘蓝也大概有高达4500公吨左右。那我们能够持续的，因为现在是国内的甘蓝盛产区，那我们能够持续的再把我们的优质的甘蓝往外来输送。农民大家拢无够成本啦，所以讲安尼感谢政府看会当甲出口无安尼，甲补助一丝安尼，互因农民较好当较好过无安尼啦。有高丽菜农表示，今年12月了后，高丽菜大出，在地果菜市场大卖价创无到10块，但无甲合作社客座，甚至找不到菜商收购。农粮署表示，今年高丽菜外销4500吨，比往年1000多吨也较侪。后手会阁观察评估规划外销。这是望政府会当甲阮农民小照顾者，有一个互阮这补充的这个计划。内的生产还有国际市场的需求。如果日本安利下大雪的话，那就需要涨价。农粮署表示，国内一年种高丽菜大约8100公顷，其中5000公顷集中伫东柜。以目前台北果菜市场高丽菜每公斤大约10块，也伫三小平衡合理计算，后手会针对加拿大美国等地评估增加外销来稳定农民收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宜兰苏澳11月11做大水，地方是认为苏澳溪水涨起来未腐败，造成淹水。县政府嘛表示讲，按算要开千3万，过年后要来进行疏通哦。未来更有需要特当拢来安排咧，会过来评估。苏澳溪离市区上近的河段，河底拢是土沙，因为才经过水灾，这条溪被认为是地处淹水主要原因，民众希望应赶紧疏浚。淹水像。车子啊，什么都泡汤。我们这一次也是啊，车子、机车都不行了。所以觉得疏浚还是要常常做啦，这样子。对呀、下大雨下很久，就会担心了。民众厝内明确表示，苏澳2摆大淹水的关度，过去每期风台，苏澳地区淹水也甲苏澳溪有关系。中央已经要做苏澳溪分洪道工程，不过在地民众认为，分洪道要完工要几啊年未付，希望公部门应加速苏澳溪疏浚。那我们代表会还有特别提到，就是讲，会当将这疏浚的，加以得到的这一钱做这个灾害补助。苏澳镇民代表会最近通过提案，希望争取县政府针对苏澳溪赶紧疏浚，后将会每年固定在热天顺其进程来完成，各种山积受益，加做灾害补助协助受灾民众。位于这下游的4座桥。再往下的350公尺，一直到导流体，那这一段的一个淤积，那么我们会来做清淤。县政府顺势苏澳溪规划经费1300万，疏浚差不多350公尺的河段，按算农历过年了后来动工，清出来山石评估是毋是有过了，是毋是有受益的问题。另外，未来是毋是固定每年疏浚，都要看溪底高层状况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布袋有4间国小甲1间国中哦，伫民间团体协助成立一个青少年交响乐团，互音乐教育会当来进入偏乡，嘛安排这个囡仔哦要来台北表演。伫老师的指挥之下，来自无共学校的囡仔做伙练习要去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表演的歌曲。因是今年拄成立的布袋青少年交响乐团，嘛是台湾口语文教协会10年以来提升偏乡教育环境的实际成果。我们透过跨校合作的一个把我们的资源平均分配，不是说着重在某一间学校，不是说我今天在布兴国小，我就只照顾布兴国小的孩子。我希望是这个地区整个地区的孩子，整个教育环境都可以提升。对我们来说，我们平常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刚好有这个乐团，所以我们可以更省时间，然后又有这么棒的环境，还有这些师资，我觉得是对我们是非常非常棒的一种福利。这个乐团将近40位成员，是来自4间国小、1间国中的学生囡仔。因为每一间学校的资源有限，所以练习的场地就是伫无上课的教室，乐器就是用借的，或者是别人替换存落来的。老师嘛是协会为外地专工请来，虽然资源无够，不过囡仔也是真欢喜，会当互家己有学习音乐的机会。可以看到更多的乐器，然后可以去听它不同的声音。因为有同学的陪伴，而且我也觉得这个乐器蛮好玩的，
而且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上台，我就想说我也要加入进去。对，因为像我们的琴的部分也是协会赞助，对，不是他们自己的琴，所以之前我们状况是没有办法把琴带回家练习，所以可能就是每个礼拜都会重复的一样的东西。协会指出，乐团成立了后，包括老师、器材等等的资源，一年就需要买250万的费用。目前主要拢是靠学生家长甲在地企业的支持，希望透过乐团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表演，互社会关注偏乡的囡仔，安怎伫资源无够的条件之下，同款会当展现因对学习的热情。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澳洲的太空总署，一个33岁太空电子工程师哦，伊真做是头一个坐轮椅的太空旅客。伊坐太空船飞到离地表100公里远的卡门线太空的边界，嘛顺利完成伊的太空梦想。咱做回来看卖。Astronauts have landed and they have touched down back in West Texas. Welcome home, crew of NS-37. 德州范霍恩发射中心迎接完成太空任务的新谢泼德号成员登来到地面。地面工作人员先伫舱门口铺一沿特殊的铺毯，为了方便这个任务的新上乘客班特豪斯。班特豪斯出现伫舱门口，现场人员热烈的欢迎。33岁班特豪斯是澳洲太空总署太空机械电子工程师。2018年第一张越野车登山意外，伤着两股神经，致使半身不遂，爱靠轮椅代步。身体障碍无限制伊探索宇宙的热情。伫 SpaceX 退休副总裁科尼格斯曼的催潮，贝佐斯若是起源同意为伊安排太空之旅。科尼格斯曼嘛陪伴飞行，若是费用是无对外公开。新谢泼德号设计时阵，都甲无障碍设施纳入考量，为着互班特豪斯会当安全飞行，即届嘛增设方便轮椅移动的房仔，固定做特殊的速度，互伊袂惊双脚会当固定伫个微重力的环境。班特豪斯甲外的同行乘客20坐太空舱飞过海平面顶悬100公里，互人讲是卡门线的外太空边界。规任务差不多10分钟，班特豪斯登来到地面的时阵，看起来真欢喜。I think you should never give up on your dreams, right? But I mean, there's also sometimes just a low probability that it comes true, and I just got very lucky. 新谢泼德号载人次数到即马累积96届，搭载的86个乘客当中，包括行动不方便的视障，也有听障人士，另外还有2个90岁高龄的长者。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中东即几天哦，伫沙漠路营长的时间，也毋过伫伊拉克团讲上只有查甫人哦会当出门去露营。即摆也正是推出家庭露营，因为观念愈来愈进步，嘛愈来愈侪女性拍破传统的观念，做回来享受露营的趣味。露营车队驶伫咧看蒙蒙的沙漠林，这是伊拉克南部的萨马厄业者伫咧3冬前引进中东地区流行的沙漠露营，互想要甲工课放咧走离开城市的人提供休喘的机会。毋过来到这啥物拢无的沙漠，敢会真无聊咧？看即阵查甫人咧射钱，大家拢真注心，即阵射着红心，大家搁较乐痛啊！若想要做较恬静的活动，会当甲好朋友坐落来拍牌，互心情放轻松。伫日头落山的时阵，拍沙漠排球，气氛浪漫搁趣味。毋过业者表示，在地人认为露营是查甫人的专利，所以因拄开始推出家庭露营的概念的时，真侪人无法度接受，心里拢了钱，好佳在有经落来，即马有袂少女性会来参加。طبعا كلش حلو الشعور انه اجي بالصحراء لاول مره ويا اهلي وصديقاتي وعائلتي والكل. طبعا انا كلش كنت اتمنى اجي للصحراء من زمان واول ما سمعت عن مكشات تحمست كلش هوايه. 那个暗时去营会伫个天气下午休开讲，甲亲戚朋友做伙伫野外享受好料的，互人感觉压力总透白。伊拉克的西部和南部加叙利亚沙漠相连，沙漠旅游是新的商机，毋过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伊拉克有超过70%的农地当咧面对沙漠化的风险。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
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